咱们先不要开玩笑了，先想想对策。这个林夕好像是出去热州了，马上就回来，你想想怎么面对他。想什么对策？还没醒啊？粥都热了2回了，怎么还不醒啊？哎。 他睫毛可真长啊！怎么会有人长这么好看？哎，呀，他醒了吧？医生，好，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你醒了？你刚才装睡啊？不想看到你。那现在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黄林夕，你到底是有多么的恨我，多么想我死啊？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是，是黎东升说了，他非说要让你开开眼，那我就想出了这招啊！我想说我水性好，你就算掉下去了，我也不会让你淹死的。谁知道你摔晕了？别编故事！我没编，你。哎呀，海潮啊！ 这次你真是因祸得福，不止开了眼，全开了！哎呀！哎呀！哎，海潮，你可回来了！哎，脖子怎么了？没事。克雷克教授在长途电话上，岳阳电话，你快去吧。走。 张海潮，克瑞克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录取你啊！啊，你面子够大的呀！对啊，海潮，那可是伯克利大学芯片研究界的大佬啊！海潮，你给我面子的，是我的面儿真大。今年是个好年头啊！香港回归，海潮跟刘涵要去留学了。我也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我得找个老婆。你们2个怎么那么没有出息啊？你们也要去硅谷找我们？ 硅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很多创业者都在那里点燃了梦想。有什么呀？不就是郑大成、张大什么什么，反正就3个大吧。有什么呀？就这3个大都去了好公司。怎么说？现在有了那个蛤蜊横竖的财富。你别乱。我告诉你，赚钱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用科技改变世界。哎呦，境外无道边。 芳草碧连天，一壶浊酒尽。出院了，为什么都不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更不喜欢麻烦你。我知道我错了，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要不然我再跟你……你别给我来这套了。 我受够了！我是真的想好好跟你道歉的，对不起嘛。我知道你遇见了我，你连美国也去不了了。我是扫把星，行吗？遇到了我，你还遭诽谤了，害得你工作也丢了，都是我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原谅我了，求求你了。黄林夕啊。 我以前是怪你，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怪你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要去美国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道个别吧。当然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就当彼此从来没见过就好了。什么？你刚才说你又要出国了？啊，他拿到了伯克利的 offer， 他被破格录取了。Berkeley Go Bears！ 哦，真好哎，多好的学校啊！恭喜你。哎，那我可以跟你去美国对吧？你好好上学，我可以，我在美国照顾你。你知道吗？我会做饭，我还会做很多事情呢。不可能，我喜欢的女人是杨绛跟钱钟书那种灵魂伴侣，所以你真的不要再缠着我了。
钱钟书我好像听说过，杨绛是谁啊？你这么崇拜他吗？围城的作者的太太，围城作者太太。围城啊，围城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哎呀，没关系的，我跟你一块儿去美国，你就好好上学，我会买好多的书看，我会全部补习的。我跟你说，我会做饭，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可以照顾你。我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像打鸡血一样的跟着我呢？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张海潮，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只不过你不好意思说，对吧？爱情这件事情，我肯定比你有经验。求你了，你就不要再缠着我了，我们2个人是不可能的。对，就是因为我没经验，所以你才要盯着我，是吧？觉得我好骗，觉得我老实，觉得我容易搞定，所以你想领我去美国，或者领我去做生意，对不对？张海潮，你在说什么呢？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利用你去美国，利用你做生意。你刚还说要跟我走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我可以考去美国。考去美国？黄灵溪啊，你会多少个单词啊？你考分是多少啊？你别再给我耍花样了好吗？我再最后告诉你一次，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没有用的，你走开吧。谢谢。你在说什么呢你？太过分了！人家还是个女孩，你说。我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赶他走，他不走我怎么办呢？我不也是为了他好吗？也好也好，反正女骗子套路多，万一缠上了怎么办？那万一他不是个骗子呢？他肯定是真心的。这种感觉我懂。那就更应该早点让他走了。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天的种种，让我彻底从幻梦中清醒。一个人最大的弱点，不是自私、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所以，我不要成为偏执狂，我情愿自私、野蛮又任性，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你永不再见。除非有一天，我能和你平等的对话。子夏，被大圣接走了。这什么破车啊？安全带系不上，车窗摇不上去。安全带自己搂着点儿。这个车窗师弟你就没见过了吧？这是加州最著名的敞窗车。你这车没有空调的吗？要空调，坐给大圣师兄的车去。哎，对了，大圣师兄最近挺好的吧？发达了，他不发达，怎么还敢露头来见美女子夏呢？也对啊。他现在是一家图像芯片初创公司的技术经理，这公司上市之后，股票翻了10倍。有什么呀？芯片股票很难吗？哎呦，很狂啊，师弟！我来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过段时间你就知道难不难了。
大圣师兄的技术很强吧？那跟我比差远了，他是胜在运气好。我跟你们说，这人一旦运气好，做前台的都能发达；人一旦运气不好，读个博士硬生生拖你几年不让毕业，全给教授打白工。我就是运气不好，不像大圣师兄啊，现在都可以坦坦荡荡主动出击。这里是狼多肉少，简直就是我们这些马工的地狱，但是是美女们的天堂啊！清华不也是这样喽？对啊，这你们可就不知道了，跟咱们学校不一样，你们面对的是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竞争者。干嘛当媒人啊？海潮可以，海潮可以当徐志摩，他还念诗。我不喜欢徐志摩，我也不喜欢他的诗。听明白了？还不叨叨？哎，就在前面，快到了，快到了。这是枪声吗？对，别紧张。奥克兰虽然说房租便宜，但就是比较乱。我们住在贼窝里啊！就这么点预算，你还想住哪儿？哎，车也破，地儿也破，挑三拣四的，忍着点吧，师弟。哇，这房子也太好了！那当然，放眼湾区，你再也找不到性价比更高的房子了。也正好。哎，我那房间怎么一股咖喱味儿？啊，你那个房间之前住的是印度学生，有点咖喱味不也正常吗？你开窗户放气儿放2天就行了。大家快来吃炒面，还是热乎着呢。哎，来，走，动手。等会儿，这个是嫂子吧？准嫂子，介绍一下啊，小翠。就像我刚才说的，狼多肉少，竞争太激烈了。我这不就凑合找一个踏实的，搭帮过日子吗？是跟你。哎，不许笑我师哥啊！哎，好了，不废话，来吧，吃饭吧。哎，海潮，介绍一下，海潮，小翠。你好，那个，啊， Tracy，见到你很高兴。海潮，来，吃面。很高兴。我就不吃了，我不饿，我得去趟图书馆。认识路我们就去。我包里边有地图。第一天你去图书馆啊？我听说这边的图书馆有很多关于芯片的最新的期刊，我想去图书馆看看。于老师，您看看我这个分数，我大概需要多久才能考出托福啊？很久啊。很久是多久？像你这种学分，这种英文程度，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打消申请美国大学的念头。哎，你们这些做培训班的，怎么能劝学生打消学习的念头呢？因为啊，我们是有良知的，这件事情呢，毫无希望。哎，于老师，帮助本来就可以去留学的学生申请到学校，那叫普通的培训班；帮助本来不可以去留学的学生申请到学校，那才叫真本事。你还挺有意思的。也是，要在绝望里寻找希望。不过呢，这个美国大学有一个申请基准线 ，GPA 低于3.0，就意味着你的基准线没有到，除非你去刻个萝卜章，给他们一个假的成绩单。假成绩单，那可不行，我可不作弊。于老师，对不起，我看错地图了，对不起啊，大家。上到哪了？
今天跑了多少公里？啊，2-3公里吧。哎，行，你先平复一下，咱们就来谈谈你的自荐信。啊，怎么样？我是不是写的还不错？你帮我翻译了吗？这么匪夷所思的信，你还让我给你翻译？来，我给你念念啊。我申请艺术管理系，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艺术透着5000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可以给你们带来新鲜的血液。艺术，不招中国学生怎么叫艺术？另外，你们对英文的要求太高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用灵魂交流，而不是语言。哎，你过来。啊，还有这句，我知道 GPA 不符合你们的要求，其实去学校隔壁搞一个萝卜章，我都能开出4.0的 GPA， 但是我没有，这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诚实的人才有资格研究艺术管理。我说的没错，这有什么问题啊？哪有这样的自荐信呢？老师，我这样写才够特别呀！我这样写让别人看了才能印象深刻。我知道我自己不够优秀，所以我必须另辟蹊径。黄同学，你这绝对是在浪费邮票钱。哎呀，于老师，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而且说不好，万一我成了，对吧？你这个新梦想，就能在这个中关村千万的英语培训机构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我说你这天马行空的。新梦想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呀。要不然你就辜负了你取这个好名字了，是吧，同学们？就是，对。Let me think. Oh, I heard they're going to launch a new graphics processor. Thank you. So we're going to find the customers. This year, we must expand globally.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okay? But I think it's coming out very. Anything about from too dramatic? There's Merry Christmas. Enjoy. 哎，海潮。Thank you. 搭把手，搭把手，哎，搭把手。Thank you. 说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儿。对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绝对能点燃我们，好好感受感受。哎，来了，海潮，谢谢黎师弟呀，破费了，破费了，感受感受。咖啡多少钱一杯？1.5刀。1.5刀，乘以8的话，打住吧，都已经来了美国，就得有这儿的消费习惯。我们来，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我们是来改变世界的。哎呀，口气越来越大了，但是也是有底气啊！我看见你买车了，还行吗？太行了！我那个车就1个门能开，你那个能开3扇门，那也比你强点嘛。险胜，李师弟，恭喜啊！总之呢，在硅谷，没人关心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为什么？仔细听听，你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梦想、创业，最厉害的 CEO 也就是一牛仔裤一 T 恤，了不地了。哎呦，你回去也应该写本书。黎东升在地，乔布斯。我去买杯乔布斯咖啡。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乔布斯的点儿。当年罗伯特·诺伊斯跟乔布斯就在这儿相遇的，后来人家办了苹果。罗伯特诺伊斯不知道啊？罗伯特·诺伊斯，拜拜。硅谷精神和规矩的奠基人。拜拜拜。
当年硅谷不找你，以前硅谷竞争最混乱的时候，我跟你说，可以互相抢专利，无底线挖人。咱俩要是竞争对手，我直接去你电脑里边把你放给你窃取，你说你着不着急？像我和海潮这么样的好兄弟，因为竞争，咱俩可以去街边打架去。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是搞技术的，去马路上打架，不太可能吧？总之呢，他让硅谷成为了一个创新的风险投资中心，这是我最近做的功课。你们都不做功课吗？天天干嘛呢都？看，罗伯特·诺伊斯，在硅谷的英雄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是创业者。这里可以说是创业者的天堂。在这儿，只要你能遵循规则，革新技术，你就能成功，你就能成为神话。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创业，做一家导航芯片公司。我当 CEO， 你当 CTO。东升，这也太大胆了吧！我们才刚来，我们怎么创业啊？而且我们拿的都是学生签证，还没有绿卡。这个我想过了，做一家导航芯片公司至少需要融资300万美金以上。我们可以自己当员工，我们自己给自己开高的工资，然后申请工作签证。了了，300万融资，那赔了怎么办？10家企业只要有1家能上市，就有100倍的回报率，那其他几家公司全抹平了。万一挣了怎么办？像这种胜率这么高的游戏不可玩吗？你这有点胡说了。大部分的风投公司都是亏本的，硅谷的3条基金就是输得多，赢得少。但是我们不会亏。我们是谁？我们是12亿人口里边选出来的，而且芯片公司不像互联网公司，它门槛很高，就适合我们这种高智商的人群。干不干吧，张三丰？东升，你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个罗伯特我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把技术变成财富的科学家。这本书我也看过，他说，如果技术不能变成商品的话，那技术的意义在哪儿呢？这个观点，我也赞同。但是，我创过业，我知道创业需要长期的准备，而且在选择合伙人上也需要慎重。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否是我最合适的那个合伙人。那我不是，还有谁是？你创业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赌气，以及用不知道是否正确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意吧？好吧，考虑考虑。喝咖啡。你不肯跟我一块创业，是不是因为黄明熙？是不是因为这么多人呢？那。我当大圣都没法说。跟黄连熙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他忽悠你让你买导航仪，结果打着你的旗号买学习机，啊，就是让你顶着清华的这块牌子去相亲，最后还把你拖下水，让你脑袋留个包。从此你对创业这事儿就有应激反应了。我就是觉得你的创业目的不单纯。自从来了硅谷之后，根本就不好好学习，天天想着走捷径，还跑去跟程大生较劲。我就较这个劲，怎么了？啊？你我子夏5年的好朋友啊，现在来了硅谷，自己家里的花被外人摘了，这还要不要脸了？还？那你要是不想失去他，你就缠着他呀！你天天缠着我干嘛？死缠烂打能弥补一时，能弥补一世吗？不可能。但是你想想，如果咱们头上的头衔都多了一个 O，CTO、CEO 想着就带劲。他们都说创业谁创了，他们没这个勇气。创业是为了头衔吗？你真是什么都好，就是太倔了你。我知道你想做一家自己的公司，可以让你的技术到商品实现一个转换嘛，我懂你。不然当初你也不会和徐亚土做那么不靠谱一买卖。当时你都愿意，现在大家什么都懂，时候了，你怎么不愿意了呢？来的时候飞机上说了，一切放在桌面上说。我现在就把这块遮羞布呲啦就给撕了，
你可以说创业是为了梦想、理想，什么实现自我价值，但是爱情，爱情，它也是创业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动力，知不知道？啊？黎东升 ，right？ 张海潮，哇 ，welcome，欢迎。哎，子夏跟我说你们来美国了，怎么就这么巧？你跟子夏有联系 ？Yeah。对了，正好约了今晚吃饭，一个特别好的餐厅，一起吧，好吧？我那边还有，不是一直想说去一家好餐厅吃饭吗？他熟，就这么定。啊，耶。I'm not hungry. I already eat. 那要不就 tasting menu， 好吗 ？4 tasting menus, please. Thank you. Okay, wait. Oh, but no dairy for the lady. She's lactose intolerant. Okay, no problem. Thank you. 放心吧，这顿我请啊，千万别跟我客气。不用，我们就按照美国的规矩 AA 就可以了。American way is not the Brian way. 有朋自远方来，我请你们吃个饭算什么 ？Brian。你之前来中国的时候还在伯克利，我们怎么没见到你？你不知道吗？Brian辍学了。辍学了？从伯克利辍学了。哦，这边这么流行辍学？也不是流行，就是一种需要。啊，那你这个辍学创业走的是 Bill Gates 的路子？是辍学创业，但是跟 Bill Gates 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的领域更能服务人类。什么领域？没告诉他们吗？导航芯片领域啊，你也应该猜得出来吧？挺好。海潮，你还不知道吧？正是因为Brian辍学才空出来一个位置，他正好又问克雷格教授你什么时候过来，克雷格教授才给杨教授打的电话。谢谢你，Brian。谢谢什么？都是朋友。其实今天我也特别开心，你们陪我庆祝 TF 天使轮融资成功。来，谢谢你们 ，Cheers。Cheers。欢迎来到加州。热启动，搜星速度，这些不是海潮提出来的吗？都是海潮的点子。就靠这些概念就能融资600万美元，我的天哪！清华没白跑，中国没白去啊！他们这个比赛也太值了啊！就靠贩卖我们的概念就成创业家了，我们还累死累活的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看这句标语，找到回家的路，这也是海潮想的。还有这里 ，TF 的导航芯片可以根据气候的湿度进行调节，下雨时自动纠错。可以用在户外产品。我们应该告他。是啊，太不要脸了。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可以帮我们的律师。哎，找律师干嘛？浪费钱。您看能告吗？告什么呢？剽窃创意。你的创意注册专利了吗？根据美国的专利法，只要很多人证明这个创意是我的，我就有告他的空间。好的，是有这个空间，但是我要提前给你打好招呼啊，打赢呢是极小概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律师费呢，坦白来讲啊，我不觉得你可以负担。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国内的教授还有同学，而且我硕士毕业的论文里边论证的也是这些观点。张先生啊，咨询时间已经到了，你看这个费用呢，是用支票呢，还是用现金支付啊？一共是300美金。哎，于老师，我想春季入学。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我之前报名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不可能，结果呢，我现在不就站在这儿了？所以我知道你是最擅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我就靠你啦！谢谢于老师。
雷西！哎，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阿土哥，你怎么在这儿？哟！去美国读书，就你那点英文，不可能的呀！为什么？你过不了签证的。你怎么知道我过不了？我就是因为过不了签证，我才跑到这儿来的。哎呀，其实要不是为了赚钱，我去那个破地方干什么？哎，你脑子抽抽了？放着大好的年华不好好赚钱，要去美国读书，怎么？美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啊？不是。那是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看看？电视里头不好看的。反正我又不是为了特意要去美国，我就是特意为了那群人。张海潮就张海潮，少拿那群人做幌子啊！你呀，张海潮就张海潮。反正我觉得他身上有种东西特别吸引我，而且那种东西会改变我。这种改变是钱不能带给我的。收起你的幻想，少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你呢，就好好跟着我卖房子，等有了钱以后，你再买个房子。你跟那群人混，你能改变什么？哎呀，反正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可能就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要那种一眼就望得到头的生活。我的生活里需要更多的挑战。黎东升创业就是为了女人，为了钱，理由简单而直接。可是海潮创业的理由就有些令我费解了。我想是因为好奇，或者是觉得有些路太简单，就是想走那条最难的路。硅谷华侨基金王源主席周先生，说实在的，我真不想找他。海潮，咱们在硅谷创业，不能只和华人打交道，但是那些个呢，又确实不待见你，还得试试看。哎，周先生，你们好。你好，周先生，你是黎东升啊？那你是张海潮了。周先生，您喜欢安德鲁·怀斯的画啊？是呀，这可是我72年收的，那时候还没那么贵。我看到了，喜欢了，我就买了。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喜欢他。简单啊，看得懂。也对啊。70年代流行的是抽象派艺术，您竟然能不随波逐流去收藏这种写实主义流派的作品，有眼光。这画我看得懂，所以我收了。但是坦白的，你们两个技术我真看不懂，或许是整个Sand Hill都没人看得懂，但没关系，我们慢慢聊。来，请进。好。我不喝了，谢谢周先生。其实，我们曾经和伯克利比赛过。我知道啊，机器烧了。对，但是我们技术是成熟的，要不然克雷格教授也不会录取我。这我也知道，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碰面。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项目的对标，那个人是黄仲凯 （Brian Wong），他的资金充裕。后续的资金也有了意向，手头上的工程师最少也有50个人，但你们的项目资金最多也只能请个15到20个人而已啊。其实做导航芯片是用不了那么多人的。如果周先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实现梦想的话，我们中方这边的人是可以通宵达旦，一个人当3个人用的。我当然知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民族。这样吧，简单来说，我投不投钱
取决于你们的技术能否让我相信。但是今天这个会面还没有达到我相信这个阶段。想要证明你的技术，就得通过设计、流片、验证，还得再试验，一轮下来好几百万呢，哪有钱啊？我还有一种办法，但是不知道他们认不认。我们把芯片放在溶液里，溶解掉上面的薄膜，再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显微拍照，读取上面的信息。周边的电路是破解了，但这只是外围障碍，最重要的还是片上存储器里数十万的代码，必须要在显微镜下准确无误地读出来。问题是，这1个月以来，我们读了10遍，10遍都是不一样的。刚才这一遍，按道理好像和上一遍是一样的。真的假的？你太厉害了，韩子！我再来读一遍啊！如果3遍都是一样的，就证明这满屏的0101是100%正确的。这是我们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导航机器人，灵敏迅速。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我重写了搜星算法，速度提升了15%，灵敏度提升了12%。只是重写软件就可以让导航芯片的性能提升。如果我们有机会拿到资金的话，自己重新设计流片、封装，那性能绝对不是重写软件能够比拟的。这方法挺有意思的。我相信投委会应该会有兴趣。好，我会努力。I don't think it's a good project. I never do these things that much. No.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And the time is not a good time. 周先生，程先生，很抱歉，没能说服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我有个主意，只要你们照着办，还是能够吸引其他投资的人。欢迎来参比。各位，为了今天的比赛公平，我们呢用的那些原装芯片的机器人，我们会在学校里面满选一个学生来监马上要比赛了，还有点紧张呢。有什么好紧张的？你要相信我们的实力。整体上去了解整个结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比赛。这里呢，最出发点，机器人就在那边。他们2个呢，一定要越过7个点，每个点都会有一些障碍，让他们一定要有精准的定位，才能越过所有的点。谁最快达到目的地，谁就获胜。这都是为了海潮找来的投资人。我说啊，你真打算做自己的导航芯片设计公司啊？啊？那你跟 Brian 的公司相比，核心竞争力在哪儿啊？便宜，便宜一半。你该不会是偷工减料吧？怎么可能？我们好好弄啊，不偷工减料，真的。都准备好了吗？好。You all set? Ready? Go!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导航绝对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张海潮，他的技术完美无瑕，还有这个黎东升，他也相当有冲劲，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让他们多多尝试。张海潮，加油加油！东升，哎，黄连信，是我是我。太危险了！你赶紧下去！你下去！快下去！快下去！啊！车，这不是机器人！哎呀，你过来干嘛呀？你输了！ Oh, no.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Oh, my God. All because of a table. So much work we had on the table. Come on. Devastating. Yeah, bad luck.